如今的天宫，我为君，你为臣；我为长，你为幼；我为尊，你为卑。你跪我，本就理所应当。不必跪。后只想知道，除了你跟我父神的过往，还有什么原因能让你对我如此厌弃？本君丝毫不在意你，但是今日所见，确实让本尊对你兴致大起。你这副自负清高，却又不得不向我低头的样子，本君确实心里愉悦。我实话告诉你，就青木性命，对于我而言易如反掌，但是你三番五次折如锦招，本君心意实在难平。若你想让本君答应此事，便在此跪上几个时辰，待本君心情好了，说不定可以答应此事。怎么，你我同为上神，但是论资历，我比你早上数万年，难道你还跪不得我？如今的天宫，我为君，你为臣；我为长，你为幼；我为尊，你为卑。你跪我，本就理所应当。再说，你不想救青木了？不必跪。后持神君与天后同为上神，何来君臣尊卑？不必跪。青木，你身上还有伤，谁让你来的？我若不来，你难道真的要做这等傻事？北海上君青木深夜来访，难道在大殿之上闹得还不够吗？青木虽卑，硬骨头就还有几根。我不想看着后池为我卑躬屈膝，做他不愿意做的事，去讨好他不想见到的人。青木，你可知夜闯扶摇殿是何等罪名？青木不才，实在猜不透，您贵为天后，为何要违背常伦，处处为难我与后池？只因我二人倾心相许，你就拿权势所逼，以性命相迫吗？好，既然天后不顾天地的神谕，强逼我娶，那么青木也不介意再背上一条大不敬的罪名。反正青木也是个将死之人。青木，不要胡闹。我们走，这里我半分都不想来。北海上君青木果然好胆色。本君何时说过要违背天地的旨意？不过后池一日不跪，本君绝不出手。后池绝不会跪。后池，你不是自诩对青木上君一片深情吗？天帝陛下就在朝圣殿，你若不肯屈膝，可以去找天帝求情便是。朝圣殿，传闻朝圣殿外都是上古时期的结界香火，若非上神，定会被结界劈得魂飞魄散。天后，你这是要杀了后池？是你的命，还是他的命，全凭你自己做主。